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屏东东港在地肉粿，过去敢若过年过节才食会到，口味真简单，敢若蓝豆油果，无掺其他的配料。那即马时代慢慢改变，加掺烟肠、三层肉、虾饺。传承到第三代，头家本来是伫咧鱼市仔做事，20年前转来接厝内事业，决定要继续传承这个好滋味。好先较济，遐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啦。透早店才开门尔，就有真侪人客伫门口排队啊！大家拢是为着想要赶紧食到好食的肉粿。老店第三代头家叶永清，哪招呼人客拿包肉粿？伫屏东东港开店已经有50年的历史啊！逐工手工现做的肉粿是在地人一定拢会来食的传统的料理。在地人吃起来就是这间就是比较好吃，然后它的汤汁比较浓郁，而且它的汤汁就是用那石磨米去熬煮的。每回来都一定会来吃的。消费者真爱肉粿汤头，做起来足够工的。为着控汤，叶永清逐工透早5点就爱起来。甲下好米浆倒落用猪大骨甲沙瓦细骨控的汤头内底，手搁爱一直拉，让米浆袂掉底。没有一直搅，也会沉淀，超会搭。这个时阵爱加一种秘密武器入去，杀肉鱼肉，互消费者啉汤，可会当食到鱼肉，真有营养。敢若用简单的盐、胡椒、甲肉桂粉来调味，就甲肉粿汤煮甲真纯真香。老摆煮的肉粿要好食，就是靠阿嬷甲妈妈传落来的祖传的秘方。本来50年前拄开店的时阵，就敢若卖过尔，买手才大大开发别种配料。当初有三条啊，配看了，味道是很大就可以用。伫锅顶会加烟肠、三层肉、甲虾饺，刷落甲汤卡入去，安尼就是一碗海口人上爱食的海陆大餐。为着甲厝内做过功夫学起来，本来伫咧鱼仔市做的叶永清，20年前转去厝的，甲事业接落来。你做无好，你就交代袂过来。啊，做好较安心。你做无好就感觉，我先做无好，交代袂过来。一碗肉粿虽讲看起来真朴实、真简单，毋过做的过程却拢无凊彩，内底毋留业界人50年来用心，嘛是厝外人心内永远拢无法度放袂记的故乡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